大家好，嚟到呢一章，我哋要講嘅係保險中介人嘅職業操守同埋責任。其實保險中介人有分兩種，一種係保險代理人 agent， 另一種係保險經紀 broker。兩者喺對保單持有人，即係客戶方面，其實責任同要求都唔完全一樣。不過，有啲基本原則係大家都一定要遵守嘅。一，唔可以呃人，呢個係最基本，唔詐騙係行業底線。二，要公平合理，唔可以玩手段，唔可以濫用專業身份。三，唔可以不公平咁喺客戶身上攞着數，尤其係對於一啲身體、精神或者教育程度上有弱勢嘅客戶，要更加小心。四，唔可以施加不當影響，中介人嘅角色係顧問，唔係推銷員，更唔係逼人簽約嘅執法者。五，所有行為要合法，唔只係跟法律字眼，仲要尊重法律精神，依足行業慣例去做事。六，違法後果好嚴重，有啲責任係法律規定嘅，一旦犯咗，可能會涉及刑事檢控，唔係講笑。呢啲都係大家做保險時成日要記住嘅基本道德同法律框架。如果你係保險經紀 broker， 首先要搞清楚，經紀係代表客戶行事，唔係代表保險公司，所以你要對客戶負責，所有代理法下嘅法律義務都適用。你仲要跟埋保險業條例同埋保監局 IA 嘅規則、守則、指引。經紀係專業人士，要保持中立，唔可以偏幫任何一間保險公司。你俾客戶嘅意見要專業、公正，亦要以客戶利益為首位。如果你做得唔好，唔夠小心，造成客戶損失，就可能涉及專業疏忽 （professional negligence）， 客戶係可以告你嘅。所以經紀必須買專業彌償保險 （PI insurance）， 以防萬一。如果你係保險代理人 agent， 代理人嘅情況就唔同啦。你代表嘅係保險公司，所以你主要對公司負責，但你都唔可以逃避啱啱提過嘅法律同道德責任。代理人都要跟保險業條例同埋保監局嘅規定。喺法律責任方面，因為代理人通常唔會自稱係保險專家，所以對客戶嘅責任會相對冇經紀咁重。如果你冇話自己會用特別技術去處理啲嘢，出事時你要負嘅法律責任一般會細啲。正因為咁，所以法律上只係要求經紀，而唔係代理人去買專業彌償保險。7.2 個人資料保障 Data Privacy。 依家資訊科技發展得好快，大家對個人私隱都越嚟越關心。香港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，係專門用嚟保障大家私隱嘅法例。呢條例覆蓋好廣泛，無論係自動化系統定人手處理，只要涉及個人資料，都受規管。政府都唔例外。條例有6大資料保障原則，你做保險嘅一定要識。一、收集資料要合法公平，要清楚話俾客戶知收集嚟做咩，資料會交俾邊啲人，唔提供會有咩後果等。例收集客戶資料時要俾收集資料聲明。二、資料要準確，保留時間唔可以過長。例如果客戶地址唔啱，唔可以繼續寄信去，要更新。三、資料用途要一致，除非客戶同意，唔可以攞嚟做第二啲用途，例如賣俾其他公司做推銷。四、資料保安要做好，避免未經許可嘅查閱、洩漏或遺失。例寄信時唔好俾身份證號碼喺信封窗口露出。五、要公開你公司點樣處理資料，例如喺網站擺上私隱政策聲明。六、客戶有權查閱同改正自己資料。例客戶可以要求拎返佢保單入面嘅個人資料副本。外判資料處理同直接促銷。如果你將資料外判俾第三方處理，要有合約清楚寫明對方要點樣保障資料，唔可以亂用，要妥善保存等等。另外，條例喺2013年加咗針對直接促銷 （direct marketing） 嘅條文。如果你想用客戶資料去做直銷，例如打電話、
寄電郵、寄信推銷產品，必須事先通知對方同取得同意，否則係犯法。違規嘅話，最高可以罰款100萬港元同坐監5年。唔好以為係小事。最後要記住，如果有人未經同意披露客戶資料，攞嚟賺錢或者害人，都係刑事罪行。客戶有權投訴你去私隱專員公署。有啲情況會有豁免，例如家庭用途、新聞活動或者涉及公眾安全。建議大家睇埋啲實用指引。保險從業員如何保障客戶的個人資料，妥善處理客戶個人資料，給保險業界的指引，直接促銷新指引，呢啲都係由保監局或者私隱專員公署出嘅，對實務工作好有幫助。總結，無論你係代理人定經紀，專業操守、資料保障同守法都係基本功，唔單止保護客戶，亦都係保護自己同公司。